第4张分3线，来洗剂4之1。来好啊，袂啦，要煮啊，菜啊袂拍开。来是这个标题，海洋与大气的互动。等下没刷，好不要？还有熊的啊。来，咱进行一开始的讲过，咱的地球，让它分成几个圈，其中有岩石圈，有啦，大气圈嘛，还有解上，暖流圈。暖流圈算在大气圈里面，整个地球啦，岩石圈、水圈、大气圈，一定都有解生物圈，那么生物圈以生物为板块，所以咱是大气圈啊，咱4之1讲的是水圈跟大气圈的互动，人类活动，所以咱讲的。大气有大气的系统，水圈有水圈的系统，水圈系统内底海洋算是内底上大的一部分，所以这有能量交换，有能量交换就会互相影响。比如讲，咱进行2回，迄个风台就是海洋顶端生成的，所以就是算作水圈。和大气圈的其中一个作用来互动，产生这个台风、飓风这种物件。所以咱即摆看海水运动，安怎跟大气来互动？来第一个，进行这咱讲过啊，该潮汐，潮汐，因为咱地球自转，所以。跟月球之间的引力来形成这个潮汐。头前是讲潮汐安怎产生伊的周期安怎？无咱这内底，咱来讲这个潮汐对咱的生活有啥物影响？咱会当安怎利用这个潮汐啊？潮汐为咱水位的变化、水位的变化，所以咱会发现做侪物件，比如讲。干嘛爱钓鱼啊？有没有很喜欢钓鱼的？没有。我依照我同学都爱钓鱼耶。我生平钓过2次鱼，从此我就不再钓鱼。我第一次去钓鱼，阮同学接我，后壁会讲耍。榴莲讲了较重要。阮迄个高中同学，叫我以前去钓鱼，我以前钓鱼迄鱼饵是买迄种大红蚯蚓，足粗足大条的蚯蚓，个鱼钩用落链一解下来去钓，迄阵我已经曾经有钓鱼，大鱼阮曾经有伊早叫大鱼我去钓伊结果伊拢一直钓，我拢钓无，我做准，上尾一头有啊，有着物件因为迄有注意啊，这搁足大只的，因为。足重的，毋过你若钓着鱼，迄鱼仔会重的，这哪会无个猫的感觉？游起来，皮鞋啊，我钓到一只鞋子，钓到一只鞋子，
难怪它不会动。啊，迄个我规个早的收获。所以以后伊个找我钓鱼啊，我就不爱钓。啊，想要去钓第二道，因为我有一人全班，那时候已经念硕士班了，我全班旅行去朋友去澎湖。反正我有你成功耍，啊无你也艰苦，我看你也艰苦啦。要交代啥？交代耍袂啊？好啊袂啦？啊，我让恁先讲啊，讲耍袂？伊个坐船啊吼，去外海，啊玩钓，无钓竿，一捆钓线，互阮。迄阵伊用的鱼饵是迄个塔壳，加一片鱼，啊个鱼钩搞起，啊你就来鱼钩弹落。啊结果阮一阵的同学吼，此起彼落，拢钓着鱼啊，啊拢钓同种鱼啊，迄种鱼啊吼，差不多巴掌大，整只红色很漂亮，啊伊个叫红心鸟。结果我和阮上好的朋友吼，阮伫遮钓过来，点外钟啊钓。阮从即边钓无，啊人迄边拢钓，我叫人参详讲，咱若换位好无？啊我换过遐，小人因拢钓，我拢钓无。甚至我有一个同学分享吼，拢钓无，啊伊总要来鱼线吼，挂鱼钩，安尼等落海里，啊只睡午觉，困醒溜起来，下骹一只。啊，阮很努力的钓哦，很用心的钓哦，我还把那个鱼饵安尼害来害去，好像让它赶快来上当。结果吼，钓2点钟时间到啊，船老大讲，大家都收获满满的哦，我们要回去了。我们2个还没钓到嘞。结果阮边仔的同学吼，开始跟鱼心战喊话。来吃哦，进来吃哦，无我要走啊！有效哦，钓到了。你像一下鱼啊游起来哈，你鱼拉上来，你要做什么动作？你要把鱼钩从它的嘴巴里拔出来，对不对？结果拔不出来，结果它拔不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船长回来过来看，结果想让拔不出来，那只鱼贪吃到把整个鱼钩吞进肚子里面，不是在嘴巴。尾仔船老大无法度啊，他只好拿出剪刀来，把钓线剪断。因为阮咧鱼仔暗时拢要煮鱼汤来食，船老大还说：恁下暗食鱼汤啊，细鱼的。其中一尾鱼啊，肚子有鱼钩，你不要被它报复了。结果你要吃它，然后又被我自己当初的鱼钩勾到嘴巴。你看结论以上，全班可是干那我无钓鱼啊，只有我没有钓到。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钓鱼。我唔知有人很喜欢呐。有人很喜不介意钓鱼啊，无我跟鱼啊，我跟钓鱼啊无缘，我跟钓鱼无缘。可见潮汐跟钓鱼关系很密切，因为鱼群会跟着潮汐进来，鱼群会跟着潮汐进来。另外这个潮汐会当利用潮差来发电，会让养殖渔业海水养殖啦。来，平湖，这个我讲着，我去平湖，不过我无去七美，七美爱坐飞机，有坐船爱坐陆夫，因为七美是离澎湖本岛中来这双星食物，你看有吼，
看起来很漂亮哈。这怎么玩？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潮汐进来，为这那漏斗安尼入来，所以涨潮的时候，鱼群好像被漏斗这样赶进来这里，然后第二区又赶进来这里。问题是退潮的时候，它要回去了，因为这边是漏斗的这块。它是开口大，这边很小，所以退潮要回去了，大部分都往这边把它弄掉。当然你讲拄啊注细的，可以酸等去，那可能10只有1只吧，其他9只你都出不去了，因为你无 GPS 嘛，也无 GPS 嘛。伊袂让导航嘛，伊若有导航系统，伊就顺这安尼选转去啊，无导航，所以黑白拢位车拢袂出去，弄出去的，搁拄着第2站，又是在9%被留下来了，所以搁卡伫遮，所以你也免去捕鱼啊，搁潮汐涨潮退潮来去内底钓就有啊，这个。塔介双阴石木利用天然的涨潮退潮，利用天然涨潮退潮来捕鱼。这第一个潮汐，来看第2个波浪。波浪是海音拍到海边，打到岸边。有点碎掉啊！我以早我爸带我去游泳，我学游泳足简单的，甲我等位水里，我就会晓游啊。伊阵我带我去海水浴场更不是游泳池去旗津你甲伊按弹落无插我。我那时候小的身躯，我那时候我唔知我偌细汉。那个年纪是小到还没有穿游泳裤的年纪，个前底裤，弱小的那个身影跟海浪搏斗，下面那个海浪一来因为我很矮小海浪把我这样一直滚我还擦撞到那个海底还好是被冲上来，我被捡下去就没有我了。这样就会游泳，那个会让游泳不过后来你会让换气了你耳受为姿势弄足紧的。我唯一不会一个就是跳水，因为你知道嘛，你来游泳池跳水，管理员来批评嘛，跳水很危险你卖。家己游泳池跳水我曾经，阮有迄老师高中时有游泳课的伊讲伊头前有学生跳水一个栽落头壳去弄到池底一辈子坐轮椅，胸边起水，所以你就知影想到迄管理员、救生员拢无要互你跳水。那个水伤还是小事，你知影袂当跳水的人他不会破水，因为你跳水你要先用手去破水，身体插进去。你若像垂直的话，你手又没有在前面，头在前面，你的头还扣着池底啊。除非你去那游泳池，现在游泳池都很浅1米多而已啦。万一在室内游泳池跳着一点，让3公尺的，你安怎弄嘛弄袂着池。有的人平平的这样趴下去，那个精彩啊！迄规你翕看规个就红起来啊！迄着水伤，水的表面张力无，你砰落，做气球的，安尼扒落，所以我以前袂晓跳水，阮以前师大有办那游泳池的水，我以前有来讲过，阮办游泳池的水，阮游泳队学长阮1年级进去，就早人讲，
学弟，你们有没有会游泳的？阿文同学说，以往我会。我们有水上运动会，有比赛，这个周末你要过来哦。你会什么事？我什么姿势都可以。除了蝶式游太远不行。不过学长，我不会跳水哦。学长说，你不会跳水是不是？来，我给你报仰式。你知道吗？你看过奥运黑嘛？游泳比赛只有仰式是先入水，踩墙，枪声一响，蹬墙出来，所以仰式不用跳水。他说你仰式可以好，弯个人让报啥哈？那你就50公尺仰式、100公尺仰式、200公尺仰式，通通报仰式就好了。我说好啊，可以啊，因为2天的比赛嘛，分开来游，应该还不会太累。这个我还讲，我被骗了。为什么你知道吗？项目很多，像游泳啊，无济。我学长要抢团体积分一个欧杯，什么同学不要游泳，拢去报名啦。因为你一个人单项会当报3了结果他只要轮到物理系的就随便抓人下去比。结果你搞讲，他只要看说，除非那个刚游上来很累的，他就在那边我们5、6个人在池边而已啊。你讲，吴总来，那个100公尺蛙式，赶快去捡路，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啊？学长，我不会跳水。就下去就对了啊，跳水。你不会直的下去也没关系，我说这样很丢脸。他就说随便跳，跳水也没有算成绩的。我真的被赶上架我生平第一次那8个水道，裁判话预备，所有的人都怕，我看我也让，然后忽然枪声 ，biang 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水里了。我在既然在这里，我就开始游了。游完虽然没有拿第1，总算，因为你不会捡路，你也要靠温啊。你至少有参加，你就有基本分数。我要是运气好一点，我还可以拿到铜牌的。结果我起来，那个游泳池边学友要笑讲，你那叫跳水啊？我觉得你是被裁判的枪声吓一跳，然后跌进水里面。我说有那么难看吗？就是那么难看。结果你要拿我一个早上比了6场比赛，都不是自己的名字。结果等我到大3的时候，我当了系上游泳队长，我干起了跟学长一模一样的事。我到处跑大1学弟，你们有没有会游泳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哪个学弟会，我来跟学弟说，学弟，你会游泳学弟说可以。这周末水上运动会你来学弟就去了，就到比赛。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自由式，因为我也是乱报我那个同学，他根本不会游泳，报我那个同学，我看，学弟，来，那个50公尺自由式很简单会可以游得完学弟说可以啊。你上去你记得你叫什么名字物理系的什么记得学弟就上去。结果我跟你讲我那个学弟怎样来？枪声 biang 一个完美的弧线落水之后呢，啪，一路领先。我那个游泳校队教练阮只喺他们开杠聊天把杯塞给这个人，他就不聊了。我那学弟一游上岸，第一
你因为那个人不认识，他不认识那个大一的学弟，他不认识，游泳教练又认识，也有校队教练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学弟惊到嗨啊！我是在报上的名啊，我要报真的名字还是假的名字？慌了，我也慌了，你知道吗？我根本你讲你游得完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学弟从国小一路上来都是学校的游泳校队。他那一场比赛差了0.02秒破我们校运纪录。万一同学一搞屌哦，你拿我的名字去报没关系，你干嘛找这样一个人来？万一他破纪录了怎么办？我的名字就要被写上去了。后来我们有那个学弟吼都没听，尤其是我们混合接力吼，混合接力试的时候，我知道叫他游蝶式吼，其他的人都没得拼啦。你知道那个蝶式，50去50回各游100公尺，第一棒蝶式回来之后，我们后面剩一个，他游回来了，别的人刚转身没多久，我们后面根本是轻轻松松随便乱游就拿到金牌，因为蝶式就赢人家太多了。黑游泳哈，就只有蝶式，其他的蛙式、自由式、仰式都竞争很激烈。当然蝶式吼，你会晓游，会晓游的吼，你真正差足多。我以前水运的时候，我想爱看，男生游蝶式虽然很快，可是没有曲线美。我们体育系那个女生选手游起那个蝶式，哇，那真的有够好看的，那真的就像海豚一样，好一路水波前进。我们体育系的男生又爱看自由式，自由式是上紧的，好蝶泳是上紧。自由式的比赛哈，自由式的比赛原则上，它一想要叫自由式，它不限姿势。不过不限姿势里面想要逮用这种蝶泳，因为它是最快的。你如果用蛙式、甚至用仰式游都可以，没有犯规。按哥，你游不过人家蝶泳，然后。蛙式，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蝶式出来？刚开始没有蝶式哦。蛙式比赛的规则，我哪里有注意过？你哪一块奥运的比赛哈？游蛙式跟游自由式的转身，你有注意吗？蛙式跟自由式的转身，就是游过去蹬墙转身不一样。差你的样来，自由式的转身，墙壁在这边，他还快要到的时候，他整个头就下去，转身蹬墙出去。可是你去看蛙式的转身，他一定游到这边，手碰地之后才转身。想啊，因为蛙式有一个规则，你在碰墙之前，你身体的左右一定都要对称。在碰墙之前，也就是说，你哪用自由式那种转身哦，你就犯规了。用自由式那种转身最快，因为他还没碰到墙的时候，他就沉下去，然后转身脚蹬墙出去。但是你蛙式用这样，你就失去资格。你一定要双手碰墙。我有一次比赛哦，用蛙式碰墙之后，我的手不够高，还被抓犯规。好。后来有蛙式的选手，他发明了蝶式这一种方式，结果所有的蛙式，其他用蛙式的选手，没一个人变因为蝶式就是比蛙式快，蝶式又没有犯规，因为蝶式的左右都是对称。当初啦，后来大家，你用安尼哦，我用蛙式用输哩，所以每一个选手都改由蝶式，那蛙式也没有人用了啊，所以最后游泳协会才把蝶式跟蛙式这两种姿势的规定分开来，变成两种不同的姿势。好，所以蝶式、蛙式它的特点都左右要对称。手碰墙之后，
你才可以不对称，因为你要转身，不可能对称。好，你哪有赢？爱而有赢啊！我们四面环海哦，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哦，可以运动又可以救命。啊，你哪敢有人会当连续游600公尺不休息？有没有人可以游泳任何姿势连续游600不停？有啊，应该有吧？600。那一般游泳池长的是50，来回100嘛，就是这样6趟嘛。我想到那个。你有这个资格，你就可以去报名水上救生训练。经过训练之后，你可以拿到救生员的证书。你哪有救生员证书？你可以在游泳池边打工，迄薪水比你去加油站去港加油给多济。啊，不过迄有风险哦。你莫。做游泳池的救生员，结果你用游泳池边讲看水小姐哦，结果要人淹死，你会吼业务过失致死罪哦。所以那个救生员一定是很紧张的看着池里面，随时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要去处理哦。他也不能自己下去游。你不要讲一个小姐来讲，救生员叔叔，你教我一下游泳，我帮看你教人家游了。结果太人淹死，因为你只要进池里，你就不能看到怎么办？太有风险。我有去课过啦，我有去课过。不过去课过了后，你要2年再回训一次。我拿了那个，我考过那证照以后，我后来没有回训，因为我也没去打工。我们那个市立游泳池我高中那时候大学那时候市立游泳池。门票32块，去游一次泳只要32块。你若有救生员的执照你给他收偌济？2块。那2块是保险费，就免门票啦，免门票啦，按个保险费。对吧？你知道世间上无聊的工课是啥吗？上无代志做的工课是啥吗？奥运游泳比赛的会场当救生员，那个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工作，因为内底每一个选手都比你救生员他高级。不过依照规定，还是必须有救生员，所以人本身就讲，奥运比赛会场的池边游泳池边救生员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工作。因为他明知道不会有任何人需要他救，人家在救每一个拢各国派出来奥运选手呢，拢比我还厉害的，拢比救生员游泳还要厉害。不过规定嘛是爱厉害的。后来再讲有一个海啸南亚大海啸。南亚大海啸那时候死很多人然后迄阵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英国的高中生，拄啊去东南亚去度假，伊和因爸母去度假，伊的高中专题拄啊是做海啸的研究，结果伊海边看到迄个海水的状况，看到海水的状况。正好跟他专题研究里面找到的资料，海啸的征兆是一样的。什么征兆了解？记好条你虽然无做专题，不过你今仔听课像我去困的无困伊。我真正来讲有的课困去无听到可能是减考几分啊。有的课你无听到未来是会造成性命危险。
尤其是自然这种东西。有的人讲啊，你哪安尼？有时候是害全家生存、性命危险。啊，这种国中、国高中的理化常识哦，结果讲安怎？哎，迄阵上课咧困啊，无听到啊，造成自己性命危险。海啸的征兆，海水迅速退掉。海啸来之前，海水很快的退掉，退潮嘛不遐紧呢。平常海浪就这样一波一波而已，就你看到海边海水迅速的退掉。那个高中生，这不就是我找到海啸的专题资料里面海啸来的前兆吗？惊一个观音总任于旅馆，叫他的家人全部逃命，还附近旅馆所有的喊的，所有相信他的人，通通跟着跑了，救了一命。所有当他在开玩笑，你应该人捌什么，拢飘走。至少他全家人得救，全家人得救。所以有的自然常识，你看记在自己脑海里面啊。后来总归要杨柳，其实杨柳上重要，讲有一讲。来，咱看这中国大陆啦，这美国啦，哈，咱北大西洋杨柳来看好，叫起来这黑潮。这北太平洋洋流，这赤道洋流，一起纯介循环。所以你有看过一个平中性的构筑了。那这个平中性，用一个玻璃杆写一个情书，弹出去，上面留下自己的 email， 然后看会不会有美女捡到，还是帅哥捡到，丢出去。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人回信了，非洲的黑人。我们讲，歧视怎么可以歧视呢？这，你也比美国这是重罪嘞无啦。黑人刚看有你写啥？看不懂中文啊。我讲的是曾经就有这样子，他是做科学研究，所以他拿一个瓶中信，应该是美国的学生吧，我唔有记唔对，还是日本的。那封信美国的高温丢过去，他漂洋过海，漂到日本去。它里面用7种语言去写，记录好几月几号，然后赶 Q 的人工，请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捡到，你什么时候捡到，里面这资料，真正在太平洋的对面气候 Q 的了，这个洋流，你有看过《海底总动员》吗？很久以前的一个卡通。以邦尼尼莫寻找尼莫，它的英文名称是这样，尼莫是里面一只鱼。海底总动员里面好像鱼群有进到一个像高速公路一样，周围皮亚来对海沟上面安尼对好像跑到快速那个高速公路一样，那个洋流，他们就搭到洋流。咱台湾是这样。咱其中一个洋流，这个黑潮，黑潮是赤道的起来温暖海水，所以它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当然就有黑潮。那就有黑潮。一年四季这洋流没有跟着季节区分的所以对台湾家咱夏季吹季风，黑潮的黑潮的支流嘛，安尼起来，你会当看到107页这个图，我就学会啊。咱的夏天的时阵，黑潮的主流为
咱的东岸过，黑潮的支流为咱的西岸过。啊，毋过到寒天的时候，因为东北季风会把中国大陆沿岸流吹下来，所以变热豆病啊。过台湾海峡的台湾海峡的这个沿岸流是从北向南，毋过太平洋的黑潮有哪是安尼，所以会造成讲咱同纬度的所在，这边比较温暖，这边比较冷，西岸比较冷，东岸比较温暖，而且舆情也有影响。啊，黑潮会带来丰富的雨情，当然大陆沿岸流也会带来乌雨啦，因为有些鱼也喜欢冷的天气，啊，它也是喜欢冷的天气，所以这种洋流的造成对咱的气候的影响，买造成咱渔获的影响，啊，渔获的影响，所以107页这个图，你来看好清楚，黑潮的支流哦，伫冬天的时阵。它就被沿岸流被迫转向南海这边。啊，不过它至少流到恒春半岛，所以恒春半岛伫咧寒天的时阵，温啊气候温暖，四季如春，所以比较叫恒春的原因，就是这黑潮的影响，啊，黑潮造成的影响。好，这个咱的洋流啦，咱洋流上重要是这个黑潮，啊，因为离岸上对咱的影响很大。它摆所在当然，全球各地都有洋流，这洋流想要来的，就是地球自转也有关系，风的吹拂也有关系，季风吹拂也有关系，啊，这种类型。后边讲的声音现象、声音效应也会有洋流的影响。你讲谁影响谁，这种互相影响。气候会影响，大气会影响海水流动，海水流动也会影响气候。好，但因为有海水的搅拌使我们纬度高的地方跟纬度地方的温度形成一个比较平均。无咱若无太阳我们赤道会更热，南北极会更冷。因为水本身比热就高，然后再加上洋流的搅拌，它有达到一个均温的功能。好，这给咱4之一4之一，咱的海洋与大气的互动。好，咱今仔讲咱讲。